们再看下一题哦。你介每组做下边个的衫裤，也摕硬短的平头，仰起来，用住有个性。我们来检视这一题哦，看起来怎么样有个性？我们检视看看，这个时候应该要选什么呢？体积盖都固，是很稳固。第二盖是顺良，是个性很单纯、很善良。第三盖妥当，是很稳当的意思。好，那第四个呢？咱们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哦，十分、相当。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呢，我们应该要选的是什么？看起来是相当有个性啊，所以我们不用犹豫哦，就是这个答案，漆黑哦偷细。那我们来念看看这个句子有没有通顺。你介每组做下边个的衫裤，也摕硬短的平头，仰起来，站人有个性。第四题，贵你介人天天，拄错问题，无猜头解决。长辈用住天，贵你介人天天，天天的意思呢是头脑简单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拄错问题，无猜头解决。长辈是只是会的意思，天呢是而已的意思。这个人呢，头脑简单，遇到问题没有能力解决，只会怎么样而已呢？我们将选项放入。第一个，长辈讲家讲理天，只会讲东讲西，好像蛮通顺合理的。第二个哦，长辈讲头低尾天，只会讲开头就知道结尾，应该是很会思考的人。和前面说的你讲硬天天意思不一样哦，所以不能选哦。第三个，长辈家家里里天，只会说只会讲各式各样而已。家家里里是指事情的多样性，语义也一样完全不通。第四个，第四个哦，长辈阿里不答，阿里不答天哦，阿里不答呢是指说话的内容啊，不三不四，没有水准。你该硬天天这个人啊，说话不一定没有水准啊，因为选项一比这个更合适，所以选一。贵你该硬天天。拄错问题，无猜头解决。长辈讲家讲理天。